安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嚟到殺科戰，今日喺青衣運動場有主場嘅流浪對住理文。流浪着起藍衫藍褲、藍衫黑褲咯，我哋叫做。理文方面着住佢哋鮮黃色嘅球衣，一開波理文係撳住嚟打嘅。首先有個頭波啦，好彩呢邊啊奧力斯出到嚟禁區用頭槌解圍啊！呢個波過咗頭㗎。奧力斯出嚟解圍，如果唔係安利亞就有機會啊！咁啊，開賽初段理文嘅功力都有喺度啊，3番4次嘅射門，包括呢一下羅莎嘅禁區頂趟射中柱彈出咋，奧力斯都飛到盡都摸唔到個波啦。不過呢個波就冇乜勢啊，中咗外柱彈出。流浪都有啲攻勢，呢邊頂翻上嚟，不過就侵犯陳家豪在先啊，巴拉克。咁啊，球證吹罰咗。呢邊黃子雄帶領住今日流浪喺主場作賽啊！呢度俾到出嚟，第一個重大機會有你啊，安利亞。不過奧力斯嘅神救，身高手長，啱啱好嗨到個波咋。如果唔係呢個波就可以幫理文打開紀錄㗎啦。再一次，安利亞單刀將個波擺咗入網㗎啦。不過球證吹罰越位在先，入球係無效。比分仲係保持0-0。呢邊有個機會啊，側到過嚟，邊個射到救到？好彩有陳家豪。陳家豪今日做咗唔少於2至3次嘅撲救啊！呢個波單刀㗎啦，見到雷斯奴。咁啊，陳家豪大字型封到嘅。再嚟啦，再射又係家豪副環，再撳出嚟，好彩有翻嚟包到嘅道道啊！上半場大家都有機會啊，呢下再嚟啦，今次就唔選擇交，選擇自己去。艾華頓一個扭過4個㗎啦，不過過唔到條門柱，又舉一切，又係中柱啊！上半場連番嘅中柱，令到理文未能首開紀錄。流浪呢邊有個突擊，又係陳家豪咋，射到㗎啦！波自己彈埋去，不過個波最終有啲怪勢貼住出界，令到上半場雙方係打成0-0。理文揾唔到佢哋嘅波，下半場大家留意下啦。首先呢邊腳趾尾拉西扯埋去㗎啦，姚明助攻到上嚟，樂仔交俾佢啦，望住個遠處都細，哇！真係貼住柱出界啊！咁啊，雖然呢個波入唔到，但係之後慢慢睇啦，大家。呢邊撳到上嚟，泰馬蘇尼頭槌頂到，不過軟弱無力。奧力斯再一次幫流浪保住不失。呢邊留意啦，納法利亞自己控得唔好，樂仔偷到，令到一個犯規嘅出現。上半場32分鐘，納法利亞攞到第一個黃牌。下半場51分鐘，再攞埋一面黃牌，導致自己2黃1紅出場，令到今場嘅比賽變化甚大。呢邊睇下啦，一個世界波嘅出現啦，安莎本身以為呢球波可以打開紀錄，但係 VAR 嘅出現，安莎係手球在先，令到呢個世界波入球無效。大家可以睇下啦，啱啱一控嘅時候，隻手係掂到個波，所以射咗呢個世界波係入球無效，比分仲係維持0-0。但係呢個時間，流浪都係打多一個，所以佢哋穩守突擊。可以睇下啦，呢下傳出嚟，第一下射塔 Q， 再彈環，再射，幫流浪領先1-0，有佢，比迪高74分鐘。大波嘅車將，令到流浪領先，令到理文好失望，因為理文要攞冠軍，落後1球，佢哋要追2球。入咗呢球之後，理文一路全軍進攻，就令到後邊後防空虛。不過家豪再一次嘅撲救，令到流浪未能拉開紀錄，係暫時未能拉開紀錄。全軍進攻，但係呢邊睇下啦，再一彈過咗李日海，樂仔可以睇住，你去睇下啊
睇住李日海未追到嚟，望咗遠處趟入。香港華典劉志樂幫流浪86分鐘領先到2-0，差唔多叫做殺死咗場比賽。2-0，流浪話我仲未夠啊！呢邊拉都拉唔跌，再嚟俊銘再拉，但係拉唔到，交咗過嚟劉志樂，俊銘都盡晒人事㗎啦。樂仔喺個好空嘅位，望住個遠處，幫流落89分鐘，領先到3-0，主場領先李文3-0，最終全場流浪以3-0擊敗李文，令到李文未能奪得今屆聯賽冠軍。今屆嘅聯賽冠軍係屬於大埔。